當科技遇見個性化學習，教育被重新定義。喺 Think Academy Class Plus， 我哋基於20幾年嘅數學教學經驗，自主研發咗智能學習夥伴，為每位學生生成專屬嘅學習路徑，令學習更精準、更高效。2年之間 ，Class Plus 嘅足跡遍佈中國內地同美國30幾個城市，贏得超過100萬個家庭嘅信賴，更經過實證檢驗，成功將學生嘅解題效率提升咗30% 以上。Class Plus 利用老師大評帶動學生小評嘅互動機制，將課堂表現轉化為可視化嘅數據，幫老師突破傳統課堂嘅視野局限，精準捕捉並且讀懂每一個小朋友嘅學習需求，打造以學生為中心嘅課堂，令小朋友更鍾意學習、更高效，家長更安心。我哋由激發小朋友嘅好奇心開始，每一堂都係一次冒險旅程。喺我哋嘅 Play to Learn 體系入邊，每一堂都好似故事咁樣展開，數學巧妙咁樣融入喺任務同埋情節之中。小朋友進入 Think Academy 嘅數學世界，喺老師嘅帶領下，逐步深入知識點，並喺探索中通過完成任務、參與班級競賽同埋團隊合作獲得獎勵。喺呢一段充滿趣味嘅旅程入邊，不知不覺掌握知識，並高效培養學習興趣。喺 Class Plus， 智能科技同數據分析貫穿成個學習流程，為每位學生打造個性化嘅學習體驗，從而大幅提升學習效率。平板智能鏡頭記錄小朋友嘅作答 ，OCR 自動改題，唔使再等老師批改。AI 會根據答題情況，及時俾小朋友獎勵、鼓勵或者思考提示。批改完成之後，智能算法利用剩低嘅時間推送度身訂造嘅額外練習，精準把握難易度，令每1分鐘嘅學習都更高效。同時，系統亦會幫老師實時掌握每位小朋友嘅學習狀態，等老師及時提供指導同幫助。唔單止喺課堂，課後我哋亦會將全學程記錄發送到家長嘅電郵同客戶端，令家長更加放心。我哋將每位小朋友嘅課堂互動同練習數據化呈現，形成個性化學員檔案，為每位學生揾到獨特嘅學習路徑同節奏。結合課堂表現同歷史學程數據，系統為每位小朋友定製線下紙質作業同埋線上 Web 端嘅加練組合，透過個性化紙質練習鞏固基礎，同時利用 Web 端推送趣味題目作為額外補充，實現課後精準練，令學習更高效有趣。每堂之後，智能算法會根據小朋友嘅課堂表現，向家長推送課後報告，令每一步成長同收穫都清晰可見。Class Plus 智能賦能學習，個性高效每一步。